欢喜好新闻，来看高雄一个80岁野鸡伯啊，雇20只流浪狗雇8年了，是雇甲伊滚8万的西客总开了，只好逐工走餐厅去再喷倒来饲狗。台湾动物紧急救援小组伫网络顶发起着募资，短时间都募到100万，帮阿伯啊来拼环境、起狗仔厝，搁创一个所在，互阿伯啊会当来休困。野鸡伯啊讲，实在足甘心的。 四个拢是废弃物，20只流浪狗，一个老人平常时就生活伫遮。80岁野鸡伯啊，唔甘这狗互人放散，饲狗8年来，几100万的业绩开了，靠种椰子伫过日子，逐工就驶火车去餐厅分一寡喷，搁再倒来遮饲狗。我无食无要紧，动物无食袂使，袂使无动物食啦。咱要饲着啊，你着爱饲，你着爱互食。 因为环境垃圾部分的狗仔煞破病，台湾动物紧急救援小组听到这个消息，决定伫网络发起募款去庇护所。这整个过程，算是蛮艰辛的哈，因为光是清这些废弃物就清了大概有20吨左右哈，我们出动了很多大型的机械，清古外尾远过废弃物，才清了起狗大的所在，水电系统有野鸡伯休困的所在。 本来真垃圾的所在，有这份爱心了后，变成真快搁清气，或者狗会使走条的世外桃源。好网友伫讲，台湾人的爱心是上水的风景。